高雄公山的前方国小甲田寮的新兴国小，长期以来拢伫咧推扫无人机的课学课程，训练学生囡仔稳定性，过当接触到高科技。今年有6位学生得到国小组的全国前3名，因12月也要飞去马来西亚参加国际无人机的世界总决赛。 学生操作无人机，软过头前的圆箍仔，教练伫边仔提醒因时间，因为因爱伫3分钟内面顺利完成2个关卡。前锋国小甲学校活动中心模拟加做比赛现场，互囡仔练习。参加比赛囡仔讲，虽摸无人机好耍，毋过练习嘛介辛苦，爱学真侪物件。 就是在操控无人机用那个钓鱼的时候，要一直很专注，因为只要一分心，那个无人机就会失控。 不要放弃，然后有这个机会可以出去，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。高雄田寮的新兴国小甲公山前锋国小，今年是派出这6位学生参加奥赛特无人机台湾决赛，将国小组的前3名总包啊。第一关是障碍撑船，爱操作无人机软过10个船。第2关是钓鱼仔，应该想办法甲摆仔吸掉咧。鱼钓仔是由教练甲囡仔讨论制作，这拢有技巧。 鱼钓的设计就是因未来参加国际赛必备武器。还有磁铁的分布等等，都要一直试一直修。哦，到底是要地要对中地啊，对顶头对下底，迄种试过。其实这都要一直测，才慢慢去越调越细，然后去增加我们的速度。 2个国小的6个囡仔，12月就要代表台湾参加马来西亚国际无人机总决赛，因会当去甲各国囡仔交流学习，也拍开因的眼界。记者钟义辉高雄报道。